孤兒單係咩嚟？你嘅保險真係保障到你咩？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孤兒單呢個詞語？其實孤兒單就係張重供款但冇保險經紀跟進嘅保單，呢啲經紀可能因為退休、生病或者其他私人原因而離開。咁樣嘅情況會對保單受保人造成咩影響呢？首先，呢啲孤兒單嘅客戶通常已經供款20年或者以上，佢哋對保單裏邊嘅保障條款了解得唔多，因為呢啲條款往往非常複雜。如果冇專業人士嘅指導，投保人可能根本唔清楚喺咩情況下可以索償。即使遇到一般情況，亦可能因為唔識保障條款或者索償手續，而導致保單無法發揮應有嘅作用，最終就好似買咗保險卻冇真正保障一樣。其次，呢啲舊式嘅保單保障額通常不足，舊式醫療保單嘅保障根本無法覆蓋當前嘅醫療費用。而當投保人想升級保單嘅時候，往往因為身體已有病徵而難以以正常健康狀況再投保，面對保險公司嘅拒保同額外收費。再者，好多人購買保險係為咗照顧屋企人，但涉及身後事嘅時候，佢哋未必會話俾屋企人知。如果受保人不幸身故，而保單又成為孤兒單，咁保險金就無法如期賠償俾受益人，呢種情況實在令人無奈。咁假如保單成為孤兒單，該點算呢？其實保險公司會有一套既定嘅機制，如果原本嘅保險代理人離職，公司會自動將客戶嘅保單分配俾佢哋嘅上司跟進，咁樣客戶仍然能夠獲得後續服務。所以變成孤兒單嘅客戶，千祈唔好因為咁而放棄保單，失去保障。同時亦都要定期揾顧問評估自己嘅保單，以確保保障唔會出現問題。